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之下嚟到馬鞍山嘅錦駿苑。呢個單位面積大係450尺，屋主求嗰層係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簡約嘅路線，我哋希望用一種簡約同埋企理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送咗去本公司嘅居屋基本裝修套餐。今次嘅工程包括客廳房間嘅地磚更換、新訂到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等等。仲有包括全屋嘅房門、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，合共係139800蚊年供包費。我哋仲有冇其他附加費用以成為本嘅？廚房門我哋喺原先嘅房門進行咗加工同埋油漆，而廚房嘅內部呢，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。下方櫥櫃設計咗 L 型嘅地櫃，特別之處就喺右手邊留有咗放洗衣機嘅空間。而上面櫥櫃配搭咗亮白色嘅顏色，最後中間嘅雲石石面選用咗深灰色嘅顏色。廁所門方面呢，我哋都係同廚房一樣進行咗一啲加工同油漆。廁所嘅內部同樣都係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瓷磚。櫃身方面，頂部就做咗一個鏡櫃，而下邊呢就做咗一個倒地嘅浴室櫃。然之後嚟到房門嘅位置，房間入邊嘅空間開放咗張4隻床同埋一個大衣櫃。然之後第二間房間嘅房門同樣都係一樣嘅顏色，房間入邊開放咗張4隻床同埋一個小衣櫃嘅。客廳同房間嘅地磚選用咗亮灰色嘅雲石地磚，油漆方面選用咗米黃色嘅顏色。今次呢條片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